大家好啊，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股壇招財貓，歡迎收睇股壇招財貓嘅專題節目招財貓小教室。其實呢個小教室咧喺好耐之前咧已經有同大家做過噶啦，但係講緊4-5年前啦。咁個節目就會講好多券商上面實體你可以做交易嘅時候界面用到上面嘅功能，會逐一介紹嘅。咁4年後我想重整旗鼓，再介紹一啲更新咗之後軟件唔同界面嘅使用方法。嚟緊可能會手機啦或者係電腦都會介紹嘅。今次先講一啲比較淺啲嘅功能，嚟緊會分唔同嘅集數會講一啲深嘅功能，令到大家可以喺交易時候可以用得更加快捷，揾資料嘅時候揾得更加深入，唔需要話喂我可能睇個官網都唔知佢講咩，因為我最中意用人話同你去解釋啲好深股票上面嘅問題。OK， 好，開始啦。嗱，大家都用開富途牛牛噶啦，但係咧富途牛牛咧其實咧阿貓欲誤收市速第6嗰個界面咧係一個經典嘅版本。咁其實咧牛牛咧係有2個版本嘅，第一咧叫 brand new 嘅版本，第二就係叫富途牛牛經典版。咁咧如果你係長期用開報價機嘅人咧，我係強烈唔建議你用新嗰個版本嘅。咁一陣間講下個原因點解，因為2個版本咧我都曾經有試用過嘅。咁可能下一集我會講一啲新版本上面嘅功能。但係如果你係長期睇開報價機咧，絕對用翻經典版本。嗰一個好明顯嘅分別就係，你會去到個界面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到有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嗰啲經紀牌嘅顏色咧，新嘅版本咧係睇唔到嘅。咁所以咧呢個如果你係睇開一啲經紀牌嘅顏色而辨認嗰個股票嘅經紀牌嘅方向咧，咁你就唔好用新嗰個版本啦。當然啦，新個版本比較靚仔啲。好，咁我哋今日講少少比較基本面上面嘅界面嘅操作手法。咁我哋就之後再深化講下一啲報價機上面嘅睇法啦。好，呢個係一個正常嘅界面嚟嘅。如果你係冇申請 LV2 串流報價咧，呢啲嘅界面上面嘅數字嘅跳動咧係唔會睇得到嘅。正常開始嘅時候咧，佢會閃下閃下跳下跳下嘅。咁如果你係冇申請300幾蚊一個月嘅月費咧，你係睇唔到呢啲報價嘅，你淨係會睇到呢度上面嘅資訊啦，同埋可能係第一格呢一格買賣盤上面嘅資訊嘅啫。咁當然呢啲全部都會睇得到嘅。我一陣間會同你逐一介紹下究竟呢啲功能係全部講啲乜嘢嘅。OK， 咁咧呢個排版咧係可以縮細同埋放大嘅。咁有啲人就話啦，喂，呢條巴點樣就出嚟㗎？咁呢條巴咧喺唔同嘅情況會 show 唔同上市股票嘅呢個價格嘅。例如呢隻股票係 A 股上市，你撳呢條巴咧就會 show 到即刻 A 股嘅走勢。例如佢係中概股嘅9618，佢就會 show 到 ADR 對應美股嘅走勢係幾多。有啲甚至乎新加坡股票嘅走勢，其實佢都會 show 得到嘅。日本股票嘅走勢都會 show 得到嘅，但係佢要喺當地亦都有上市，香港有上市，佢先至會睇得到。咁但係唔係間間券商都有呢個功能。OK， 好啦，我哋用3750做一個比較簡單啲嘅例子啦，因為佢牽涉嘅 label 嘅範疇比較多。咁所以呢條巴咧點樣撳出嚟咧？呢度有個井號。撳一撳佢，佢就會 show 晒呢度右邊嘅所有資訊。咁你可以 click 呢一度咧，撳，咁就冇咗噶啦。見唔見到冇一條巴 ？OK， 但係如果你撳翻呢一度咧，就會 show 翻呢條巴出嚟。如果你係訂咗報價機咧，你睇唔到呢啲資訊咧，亦都係喺呢一度盤口開翻相應嘅資訊，你就會睇得到噶啦。咁有啲人咧，我就唔睇嗰啲咩財務報表啊、噼里呱啦嘢，所以咧佢拉到落去最大咧，佢係睇唔到嗰啲財務數據嘅。但係如果你開翻呢一度咧，你就會睇到呢啲嘅數據噶啦。OK， 好，再落啦。呢啲唔同嘅符號咧，代表住唔同嘅意思。第一，佢係香港主板上市。如果佢美國有上市咧，其實佢會有埋其他公司或者國家嘅 logo。第二 LV2 就係代表串流報價300幾蚊一個月， LV1 你就可以基本上你開戶就唔使俾個68蚊嘅啦，有啲券商咧就要收68蚊一個月俾港交所嘅。 OK， 好，再落呢一個深港通滬股通，代表上海交易所同埋深圳交易所都可以
用大媽牌嘅形式交易呢隻股票，咁佢就係用呢個 logo 去話俾你知嘅。所以你平時喺報價機上面見到一樣嘢叫深港通或者滬股通，就係咁解啦。呢度佢會講咗好多好 detail 上面嘅資訊，究竟有啲咩監管要求？點解啲大媽可以用呢個牌落去買呢？佢哋本身嘅資產要去到一定嘅要求呢？股票上市嘅市值係去到幾多先至可以入到大媽通呢？咁玩新股嘅策略呢，就係有呢啲咁嘅要求。所以點解有啲 IPO？ 點解炒話喂入大媽啦？喂入恒生指入綜合指數啦？喂基金佬派貨？喂大媽開始炒上啦，全部係有 regulation 上面嘅要求嘅。咁啊，咁呢度咧會有啲走勢話俾你知。支持融資代表咩意思咧？就係俗稱叫孖展啦。咁啊，如果你平時1萬蚊嘅股票，即係1萬蚊嘅錢就可以買到1萬蚊等值嘅股票，但係如果你想孖展嘅話，就可以1萬蚊嘅錢買到可能2至3萬蚊股票等值嘅股票。撳入嚟呢度咧會 show 咗好多唔同嘅資訊，例如呢隻股票孖展本身嘅利率係幾多？通常大部分嘅證券行都係6.8% 嘅啦。你話貴唔貴？咁啊睇下你嗰間證券行係大間定細間咯。OK， 好，咁呢個下邊嘅箭嘴咧叫支持賣空，代表佢沽空嘅意思。detail 我會可能遲啲會再解釋。其實我TGVIP 群咧係經常講呢一招點樣用嘅，甚至乎有人都會問吓，港股有得沽空嘅咩？係啊，如果你識啲 regulation 係可以做到呢件事，而且係合法合規嘅。咁啊，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功能。好，再講埋呢一個 label， 呢一個 label 咧係代表佢牽涉板塊嘅範疇。我哋成日喺個收市速遞都同大家講啦，喂，究竟佢係啲咩賽道嘅股票嚟㗎？鋰電池係啦，係嘛？一定係啦，佢比1211啊 Tesla 嗰啲噶嘛。次新股即係代表香港嘅半新股，主板 H 股因為 A 股有上市，深港通、滬股通大媽都可以買佢嘅股票。已上市嘅新股係啦，即係等於半新股啦。熱度榜破頂1萬億嘅股票中埋，能源儲存股票嘅裝置一定係啦，呢啲係嘛？咁所以其實你睇呢個呢寶太資訊，你可以估到究竟佢係啲咩賽道。呢個功能咧右邊呢一個得意啦。咁你呢度咧打個名咧叫做貓大外股，係啦，你打貓大外股，跟我一齊打啦，貓大外股係 OK 嘅。咁有啲人咧其實會利用呢個可以改名嘅名稱咧 set 晒佢有啲可能做到嘅嘢啦，譬如可能佢過往嘅財技啊，佢幾錢配股啊，究竟呢隻嘢個裝係用啲咩牌打上去啊，咁樣撳儲存，咁就會變咗貓大外股噶啦。OK 就係咁。咁呢個心心咧就係代表你擺落去自選股票度咁嘅意思。咁啊代表咩意思咧？就係如果你係一個set 咗你嘅自己 watch list， 咁啊擺落去手機同埋電腦都同一時間同步嘅。至於點樣可以睇到自己嘅 watch list 咧，我留翻下一集講下一個排版嘅時候再同大家講下。咁以上咧就係講一啲呢個排版上邊嘅一啲基本面。sorry 係一啲基本嘅排版嘅操作，再補充多一個呢個中係代表咩意思咧？其實就係代表一個叫做 set alarm 嘅功能。咁咧好多券商都會有呢個功能嘅。咁例如有啲咩 alarm 可以 set 咧？其實佢 set 嘅範圍都幾多，但係點樣 set 得有技巧咧？其實我個人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同你睇圖係有啲關係嘅，甚至乎呢個 setting 嘅中咧係同盤路都有關係添。咁我呢度當然會買個關子，唔講太多呢啲嘢啦。可能有啲付費嘅班遲啲會再講多少少呢樣嘢。咁但係講一啲比較 general 大家會講嘅先係啦。咁啊呢個咧就代表 set 到價幾多錢嘅意思。跌到幾多錢，升幾多個 percent， 跌幾多個 percent， 3分鐘升幾多，3分鐘跌幾多，5分鐘升幾多，跌幾多，呢度就好明顯係異動股發生嘅事啦。咁呢度就可能係全日嘅升幅，譬如有啲股票佢要篩選4%，我就要開始睇呢個板塊噶啦，咁啊非常之有用。盤口提示，就係關盤路事啦。咁啊，譬如佢係可能我 set 個盤。佢係啲莊家股嚟嘅，咁跟住之後佢左邊嘅買一，佢係可能高過300K 過貨嘅，咁佢就可以 set 每一日提一次啊，即係佢一響就提一次啊，定係還是成件事都係出計一次嘅啫，以後永遠都唔會提噶啦，又或者唔係，喂一響機300K 托盤就會即刻出現提示噶啦，咁啊再輸入啲內容，其實咧呢件事咧就完成噶啦。咁所以咧喺唔同情況，譬如你睇圖嘅可能係 set 價啦，睇盤嘅可能係 set 買賣貨量啦，指標嘅提示 MA 可能為空頭排列或者甚至乎自己 set 嘅，以前冇呢啲功能嘅，譬如 MA 升穿
10天線清穿20天線係咩啊？咁交叉咯，係咪多頭排列咯？咁所以呢啲其實係多咗好多新嘅功能嘅，同我以前過往4年前錄呢條片咧係有啲唔同，所以 that's why 我會分開唔同嘅橋段嘅功能嘅部分會同大家講嘅。咁啊，所以咧淨係講呢個排版咧都可以講成10分鐘噶啦。OK， 咁下一節可能會同你講一啲圖表上面嘅擺法，甚至乎可能下邊一啲功能上面睇 news ticker 嘅睇法啦。咁啊，股壇招財貓小教室今日講住富途牛牛基本界面嘅所有功能介紹，下集見，拜拜。